晚上好啊。刚刚播的那首是831的。17条海底光纤断了，6条，难怪会卡卡。这红绿灯也太久了。一个男的带2个女的。你好。好，谢谢。我要去那个五星街600巷76弄10号。76弄10号。
哎，张小姐你好，我是李律师，你好你好，那我的被害人他有传您的名片给我，然后我现在有组织一个自救会，然后大概将近400人，对，然后我是因为他说您想跟我联系，那我想询问说啊，您这边是有想要知道什么样的内容吗？然后可以回应，你说。我的手机，我的 LINE 是绑这只手机，然后如果你到时候方便的话，可以直接讲我 LINE。那我先简单讲一下，我觉得被害人的诉求就是，其实有分刑事和民事嘛。那刑事其实现在的状况都不确定，就是到底有没有拍摄到性影像。那当然这是非公开活动，已经可以确定，因为医疗行为本来就不是当事人愿意去揭发的事实。所以，但是因为刑事的部分还在侦查中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对这方面做太多评论，其实比较僭越一点。所以就是可能这部分我们还是静待司法机关去做调查。那民事的部分，我觉得其实比较能确定就是退费，因为当事人觉得说这已经有瑕疵了，所以他想要去做一些申诉，已经就反正他认定是不完全给付，就是觉得契约有瑕疵，所以要退费。那这个部分其实我是有联系一些民代，愿意去做一些协调与处理的。那当然，现在目前因为爱尔利有18家分店嘛，是有2家明确的说不愿意退费。那2家，因为我还没有调查清楚到底实际状况是怎样，那2家不愿意退费，所以我们可能会再进一步的接洽，因为被害人数真的是蛮多的。虽然我这个群组里面只有400人，那我相信应该超过400个。对，然后民事的部分，我觉得精神慰抚金吧。然后我已经有开一个 Google 表单，其实现在已经有将近100人有填单子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其实老实说，以定型化契约的话，我觉得他只能退部分的费用。但我当然没有看过爱尔利，我还没有看过爱尔利的定型化契约，因为其实那算是各自的部分。那如果没有跟当事人签立完整的委任契约和写委任状的话，其实他给我看那些东西，我觉得要做进一步的评估，就是比较偏这个，就是我个人要负责的部分。那我现在其实老实说，就是自救会已经有蛮多人说要委任我，但是因为事情才发生到1天嘛，那我这个人的做事方式是我会签委任状、委任契约，确定要委任，然后我才会进行评估处理。那我现在可以回答你是，我觉得如果是单一个人的状况下，他可能只能退部分的费用，因为我想那些定型化契约其实都应该。如果有签约的话，那它其实会有一些规定是说约定是说，像某个课程已经进行到某一堂课，那可能就只退70%或50%之类的。但是如果以现在人数这么多的状况上，用行政协调会去主张，应该是有机会的吧？那对，那但是如果真的要进入到法律程序，要扣，应该是要扣有资产的那间公司。所以我现在其实在集结被害人，就是他们愿不愿意去出钱，然后尽那一份力到那个状况。当然有，其实已经有占蛮多成数的被害人是希望出招，因为被害人很多人是去做一些私密处的保养，
然后或者是有做更衣，然后甚至是他想做一些医美的项目，是不想被别人知道。那其实去爱尔丽的做医美的那些被害人都算是蛮有资历的，他们发生这种事，他们会很生气。所以就是像状况，就是一群很愤怒的女生们决定要团结。我觉得是应该是会蛮有效果的。对，你们可以先加我的 line， 我这个 line 是我的手机。对，您辛苦了，不好意思这么晚打给您。好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。你有哥。我觉得我当然可以问，那有400个人，应该是会有人愿意的，可以问问看。前方路口有科技执法针。好啊。你觉得要公开姓名吗？加我的 line， 然后传文字讯息给我嘛，这样我比较好跟被害人说明，他们会比较放心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我可以放了吗？可以。不会。可不可以就是传说，因为他说可以就是背对，然后不用露正脸，然后匿名的方式。然后我就说，那你可以用文字讯息吗？这样我会比较好传在群组问，请问有谁愿意去做访问？对，谢谢，我觉得发酵的很快耶。
那个我的业务嘛，他也算是把人号召的一个主力，因为他有在那个最上面发一些资讯，那我们是最快的，所以我们当然人最多这样。那联邦没有其他手机，叫他其他手机啊？他们有其他手机啊，我们还是要去办一个预付卡。办衣服啊，一样的身份的。对呀、加油加油！昨天那你记得会发钱？要继续发100个，反正就是流量大嘛。好啊，啊，谢谢。钱好不好都没差。你跟弟弟说啊，他说早上9点拍啊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剪好会不会剪那么快啊。我是怕他就怕出事啊，手没有拿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对啊，谢谢。好，这样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右边这边上去哈，对，啊，然后在哪边呢？这边，对，好，谢谢。8，谢谢。这200吗？哎，谢谢。那你们要加油，替被害人发声，加油！谢谢。我听到，加油加油！拜拜。对，辛苦你了，拜拜。没有，他真的就是，哎，我要回转啊，这边怎么回转啊？这边怎么？像他们这种的，就是帮被害人发声啊，对，发脆啊，我觉得，对 ，BMW 晚安哦。等一下，顶哥等我一下，对，因为人家刚才在讲电话了，哎，不好意思打断他们，好不好？他就是在讲艾尔利的事情。
麦当劳那个也很扯啦，那个真的我觉得也很扯，说什么证据不足要，然后上诉2次嘛。都被驳回，对啊，那个真的也很夸张，所以啊，我才说嘛，司法现在到底有什么值得让人民信任的，是不是？那据他刚才的说法，就是他们要找被害人，但是你在想啊，哪个被害人？像那个什么艾尔利这个啊，哪个被害人愿意正面露出说他被拍到？对，通常都是对，纵使被拍，他也如果他真的是有名的人啊，他不太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种也很辛苦要找很多，我相信啊，这绝对不是对，可能被发现，但是这绝对不是首例的。应该之前就这样子了，只是很多人没有发现那是什么东西。101在我正前方，很明显。今天101很漂亮啊，有天气好啊。对啊，你这加上有人偷偷去整形的，怎么会愿意跑出来？对不对？谁会愿意出来承认说哦，我去整形，对不对？对，据他说好像会找那个愿意对露背的人现身说法吧。艾尔利很大间呢，很大间的。你们在脆上很快就发酵了。我是说从最开始发酵很快，然后到时候反正新闻今天都播出来了嘛。这就是我昨天在讲的啊。
阿嬷，你到底是咧讲啥话？我了后才知影阿嬷的话，我的家永远永远藏在心肝底。想着一步一步的过去，常常拢会予人真难无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在阮的心内。赚钱有道，真的。之前不是有在讲说，他们不是在讲说那个其实就是要看他们的药品用的对不对，这什么瞎话都说得出来。10点半，这时候走忠孝东路是最可怕的。不要走9遍啊！我现在只想走1遍。所以，实际这个社会上也会很多需要改变的东西。那医美现在其实以前就觉得说啊，医美好像都是女生去的，没有，现在其实男女生去的都很多。星期五又要变天了，真是假的？所以一定要国语版听过一遍，再听一个台语版的吗？英文日语的
难难的啊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。星期五变天，礼拜天又会正常，礼拜六呢？快，对不对？对。先帮我到南京东路5段328号，然后接到一个人之后再去巴德路，我再跟你讲在哪里。好。那我的支付方式是可以用我是那个信用卡或是用悠游卡吗？没有悠游卡。哦，信用卡可以。接口可不可以？接口没有。你的支付方式是现金跟只有现金吗？现金跟接口。接口，好。对。你说5段几号啊？5段328号。好。身上吗？那可以，因为那个计程车要付现。好，那你已经在车上，刚刚被取消了2次车，现在直接拦车。没有，我现在已经在市民大道这里。好，拜拜。没有，你就直接在。你原本那个南京东路，拜拜。被取消？对，被取消。还是没有占到定位去？因为他那个因为很难设定，然后没有他们大巨蛋的固定哦，临停区是在光复南路上面。哦。所以你没有走到那个位置，就是。可是因为那个司机是停在
忠孝东路上，然后我就说那不行，那肯定居居了。对，因为那边不能停的。就是而且现在刚刚我刚才停下来吧，前面警察就一直一交在拦，一直闪我灯，一直叫我赶快离开，因为那边不能停车啊。 OK OK。对。那其实你速度也蛮快，所以还好。我有感受到那边好像都不能停了，有点危险，所以我就很快速上车。对，都不能停车。对。因为他们现在固定的大巨蛋临停区就是靠近光复南路这边。OK。对啊，但是你要走一段很长的距离。但是它的 Uber 是可以设定要忠孝东路上，所以就会觉得有点奇怪。对，但是问题是那边不能停的。 所以取消有可能是会不会是他到了，或者是什么样？他到了，然后差大概几秒钟的距离，我就说你可以往前开，他就取消了。因为他被赶了，一定是这样子。清街。好。不好意思。喂，你人在哪？我车子已经到了。不好意思，等一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喂，你现在是在楼上是不是？你赶快下来，车已经到了。我等下就叫弟弟来给我停好啦，你赶快下来。我想问一下，会不会看到什么英文图的？不是我 care，是我担心可以羞涩。喂，你下来了没？喂，电梯收讯不好，应该是。因为他想说上去拿现金。
啊，小心啊，小心！晚上还好，小心。不是，是你先上车，我要先去丽雅那边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到那个巴德路4段，然后204巷七弄，可以走那个市民大道。那你这丽雅那边。你走的比较慢，为什么不上去？我们也可以去丽雅拿。记啦。大概在讲啊，绝对够啊！我从大巨蛋过来，不是，我们也可以叫莉莉阿姨先帮我拿，我要汇给她。4段在那边啊，204巷。对。你现在已经够啊，你现在才145，这边有零钱啊，已经够。所以我是直走市民大道过去。对。好。拿起来。丽雅，你可以慢慢移动下来了。好 ，OK。最后一个点是帮我到随便一个南京三民站，捷运南京三民站。南京三民站。对，谢谢。弯道南京东路。那第三，从那个到
正面那个吗？再往前看。丽阿姨，哦，丽阿姨，你知道我改天找你哦。啊，我礼拜五要去吃饭。好 ，OK， 好，对啊，我们要去。好，我们再保持联系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谢谢。那你要走哪边？都可以，你就是到我也都可以，所以他因为左边、右边都可以。就你右转好。好，右转了右转好，对，因为都可以到了，只是说对，这里是不是可以转进去？这里左转好，可以。对，可以啊，这边对。够了，你现在你200块给我。刚才拿去买。红绿灯这边哈。对，好，谢谢，等我一下哦。谢谢，不用找了，谢好，谢。谢谢。小心哦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对啊，叫没有啦，崔妈妈下来，我都没有在挤了，那挤什么？对啊，她妈妈行动比较不方便呢，感觉就是走路比较慢的。我觉得比较慢的情况之下，我都懂啊，我都了解啊，所以我就说慢慢来没关系啊。稻香是什么东西？因为其实刚才走那条出来，左边、右边都可以走，对。但我会这样问的是，有些人喜欢走右边，有些人喜欢走左边，对。然后万一不如他的意，又在不喜欢人家对我靠腰，所以。是在这里团聚。对啊，对啊，我懂，我懂。送我的是你，我第一次有成绩，最激动的是你，我第一次今天又加班了。是你，我第一次懂事时夸奖的是你。妈妈呀，我想你，没有你的夜里我
想在这里团聚。我们约好了吗？约好了吗？妈妈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妈妈，请你不通听，不通为我心痛痛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只是疑问句而已。还好你们都没有点到我待会要点的光波歌，你们都没有点到，还好还好。但这首歌的我的光波歌应该没有人会点。不知道原唱哦，没关系啊。不知道原唱就不要点。你可以点儿歌，你也可以点不知道歌名，不知道歌手。八家伙啦，这派是八家伙。你嘛唱我看，好情测试呢，我们就爱唱呗。就一台啊，5856一台啊。你不要每一首都给我来，我不知道歌手哦，我不知道歌手是谁哦。那个是杨耀东啊，是杨耀东吧？有时候是大合唱的啊，说找歌手其实找不太出来。对啊，所以其实我也不会太介意的，有时候难免，没有那么硬性规定的啊。是不是？
什么？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，勇敢的走下去。我们是不是该知足？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大象的继续奔跑。别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向前的人要永远的依靠。别找到回到最初的美好，回到最初的那美好。其实我有很多首都还没有播的，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，就像我说的，追不到的梦想，我根本不就得了？为自己的人生鲜艳上色，身旁还涂上喜欢的颜色。下一个打工程就不是目的，让自己快乐，快乐这才叫做意义。冬天都纸飞机，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。生活带来快乐，赤脚在店里最今天真的累了，躲在水沟旁边风给电到怕了，谁在多想呢？我靠着稻草人，吹着风，唱着歌，睡着了。吉他弹奏变成钢琴吹，我身材上见过大薪水，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大象的继续奔跑。别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向前的人要永远的依靠。别找到回到最初的美好，回到最初的那美好。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大象的继续奔跑。别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向前的人要永远的依靠。别找到回到最初的美好。线上都没有妈妈在吗？线上都没有身为妈妈的人在吗？好啦，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，对，点播的这首叫做《母亲节快乐》，献给天下所有的妈妈，祝你们母亲节快乐。小时候你对我说，要勇敢地向前走。对，也祝我的妈妈母亲节快乐，也祝我的老婆母亲节快乐，好不好？我永远爱你们。人生总有些失落，你却要我岁数你知道年龄是谁吗？她是我妈嘞，连她曝光了。祝你母亲节快乐，只要你每一天快乐，这些日子真是辛苦了，未来的日子都由我负责。祝你母亲节快乐，这是我们吓一跳。这一辈子我是幸福的，因为有你陪伴着。真的啦，骗你们干嘛？真的，我妈都会看直播的。每一天都在期待，在你身边耍耍赖。你要我别再作怪，要我当对，不是全姐啦，全姐不认识。长大后我才明白，不是什么都真的，三姐是真的，好不好？你
你们是不是该有所表示？快去寻找自己的未来。祝你母亲节快乐，只要你每一天快乐。这些日子真是辛苦了，未来的日子都由我负责。祝你母亲节快乐，要让你每一天快乐。这一辈子我是幸福的，因为有你陪伴着。5277晚上好啊，对，不过我们要收播喽。母亲节快乐，只要你每一天快乐。这些日子真是辛苦了，未来的日子都有我祝线上的各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！要让你每一天快乐。这一辈子我是幸福的，因为有你陪伴着，因为有你陪伴着，因为有你陪伴着。来加码一首歌。前方因列车踏出我第一步，你为我欢呼，好像登上月球一大步。哦，妈妈肚着3只小猪，叫我认字啊哟，陪伴我，你放慢了脚步，包容我半夜的苦恼，别打哇哇叫，回答我的千百个问号，担心我会冷会感冒，有没有吃饱？妈妈你对我真好。没错，我妈既然点歌，我不得不播吧。说拜拜，谢谢妈妈温柔的爱，守护着我放你心怀，真好可以当你的小孩。踏出我第一步，你为我欢呼，
三姐，你说的是这首歌吧？在家照顾小孩，辛苦你了。晚上好，我们要关播了。好，最后祝线上各位妈妈们，母亲节快乐啊，好不好？对，各位朋友们晚安，各位同学们晚安。对，也祝福你们身体健康，好不好？万事如意。老掉牙的剧本，好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祝福各位，明天见，晚安哦，拜拜。